Hello，大家好，我叫袁麗萍，今日咧喺呢度咧就同大家分享一個關於大健康呢個題目。除咗疫情影響到好多啲家庭身心靈嘅健康，依家係全世界面臨最大嘅問題。咁今日我哋呢個章節咧嘅課題咧，最主要咧就係關於老人家認知障礙症。袁教授你好，你可唔可以解釋下乜嘢叫做認知障礙症呢？認知障礙症咧喺臨床咧係分好多種唔同嘅類型嘅，有啲人咧就係因為藥物造成嘅腦退化啦，有啲係因為隨咗年紀嘅增長而引起自己本身自身嘅身體老化衰老而產生嘅認知障礙症。如果喺早期已經知道有呢個病嘅時候，咁我哋應該要點樣做呢？嗱，喺臨床咧，你除咗對老人嗰個認知障礙症前期咧，你可以靠一部分嘅藥物啦，同埋一部分咧可以靠身體嗰個運動。當然嘅運動唔係普通運動，就係氣功。我哋咧同香港 U 咧做咗長達22年嘅氣功科研。咁尤其是呢個針對認知障礙症咧，我哋做咗一個腦嘅科研，喺世界都攞咗啲醫學論文獎，係好好嘅。同時咧，最關鍵一樣嘢係佢係目前全世界唯一一種不用藥物干涉，以令到腦退化去減慢嘅一個功法。咁透過呢啲功法，加埋一啲透過肢體嘅運動，譬如練一啲類似針對腦1、2、3、4之類呢啲動作，去刺激個腦部啲神經系統同埋啲海馬體，咁樣可以延緩到衰老咯。教授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觀眾分享一下咧？有乜嘢嘅運動咧？可以預防呢個認知障礙咧？可以嘅，即係依家咧就針對腦退化呢樣嘢咧，認知障礙咧，你可以用一啲動作，譬如每日練20分鐘、半個鐘，咁朝頭早練、夜晚練嘅效果係最好嘅。佢哋針對腦部嘅海馬體去直接動作反射到腦嘅海馬體區域，咁有啲特別嘅動作。咁你譬如話第一個動作，大家睇好咁樣十指撳落去，要分開嘅撳落去，因為點解？你一定要拉扯到筋，同埋咧氣血有個壓力喺度。好啦，一鬆，佢氣血就嚟到你啲十指尖，就開始轉。嗱，1、2、3、4、5、6、7、8咁樣一路轉過嚟。就你轉過嚟之後咧，你咪又翻轉頭啦。係啦，即係你練嘅時候咧，係可以加快啲嘅嚇。嗱，你睇不停嘅，但係大家一定要記住，唔好好似坊間咁樣有啲人即係咁仲要轉咧，係效果冇咁好嘅嚇。所以呢個咧就係第一個針對腦部嘅運動啦。第二個動作咧就係話你個手咧同膊頭一樣扶咁伸出嚟，伸出嚟之後咧就用十指去分開，因為呢個空間你一定要翹起嘅，唔可以就係咁樣，唔得咁樣伸之後咧就食指擘開1、細指2、3、4、5。嗱，
可能大家咧各位朋友咧老友記啊，覺得呢個動作哇咁快，依家咧我仲慢啲，俾大家再跟住我一齊試下，好冇？好，嗱咁樣，伸開1、2、3、4、5，嗱呢個又係一種動作啦。跟住落嚟咧，即係好多係針對腦部運動嘅，你可以譬如話咁樣伸開嗱，1、2、3、4、5，1、2、3、4、5，類似呢啲都係嘅，全部都係針對腦。當然仲有好多啲唔同啲針對腦部嗰啲運動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又可以同我哋國際健康養生會去聯絡報名，因為我哋有一個義工團隊，就喺一啲社區咧，就免費帶一啲老人家去做呢啲運動，針對腦退化嘅嚇咁樣。教授，你講起藥物方面咧，你頭先話未必要需要到藥物，會唔會有啲中醫嘅食療啊，或者係藥膳啊，可以幫助到嘅？呢個嘢都係可以嘅。嗱，你關於即係腦退化，最緊要咧，如果你關注將自己嗰個腦退化嘅速度減慢咧，其實係食嘢都係一個好緊要嘅生活方式。咁呢個生活方式咧，就係話你譬如話煎炸嘅嘢啊，油膩嘅嘢啊，發酵之類嗰啲類似呢啲咧，其實都唔建議食嘅嚇。咁你喺調理腦退化呢個過程中，你可以譬如食一啲針對補腦啲藥啦，譬如喺中醫中藥方面咧，譬如係核桃啦、nuts 方面嘅松子啦、益智仁啦，呢啲類似呢啲中藥咧，其實佢都係補腦嘅嚇。喺臨床咧都有啲中藥科研都已經出晒嚟，證明到呢一類啲中藥係針對腦部係非常之好嘅藥物嚟嘅。咁今日我哋個課題咧，雖然係講認知障礙症，但我喺呢度咧好想引申出嚟一個最主要嘅話題咧，係關於大健康嘅，就係預防勝於治療。咁有一種講法咧，唔知大家有冇聽到啦？道家嘅醫學係叫人類冇病，佢叫你冇生病，好多啲方法。中醫嘅方法咧係叫你快啲有病去好返。西醫嘅方法咧，佢就係叫你攔住你唔好去太平間。嗱，呢個就係坊間係好流行嘅一種講法。喺呢度咧，其實我最主要咧係唔係淨係針對認知障礙症。喺呢度我希望呼籲大家咧係關注自己嘅健康。除咗你自己健康，為社會、為政府醫療資源都慳翻好多錢。你健康，你個家族健康，你健康，你身邊啲朋友都健康。我覺得呢個係最重要、當務之急一個題目嚟嘅。咁好感謝阿教授啦，喺同我哋啲觀眾一齊分享有關認知障礙症嘅一啲意見啦，同埋介紹咗我哋咁寶貴嘅3個小動作。咁各位觀眾咧亦都喺我哋嘅影片資訊欄下邊咧，就可以揾到國際健康養生會嘅一啲嘅聯絡方式。咁到時如果有啲乜嘢嘅想更加了解認知障礙咧，就可以聯絡我哋啦。好，多謝教授。好，多謝。